10年一個大運，5年行天干，5年行地支。一旦凡你中考考得好好嘅話，唔使講，一定有運行啊！雖然我每年都為我哋嘅莘莘學子去求文昌符，但係執業17年以嚟嘅經驗話俾我聽，讀書考試就一定係要靠實力嘅，運氣只佔到其中一個部分。故此，中考考600幾700分嘅嗰一班同學，唔係運氣好，係一直以嚟都培養咗一個好好嘅學習習慣。嗱，一旦凡你中考考到600、700分咁高嘅成績，與此同時又走咗去讀所謂嘅中本貫通，唔使算到零啊，6親緣薄。有機會俾自己鼠目寸光嘅阿爸阿媽喺一啲最關鍵嘅時候做錯決定而累死自己。人生係要拼搏出嚟嘅，絕對唔會話同你喺壇前嚟一場 V 運運，你馬上中彩票。正如啲修仙小說嘅橋段一樣，突破某一個階段一定要經歷天劫嘅。先係要俾雷劈，然之後經歷心魔劫，期間九死一生，十不全一，得咗就可以飛升仙界。當然你喺仙界裏邊係金字塔嘅最底端嗰陣啫噃。考到6、700分，然之後支持自己個仔去讀所謂中本貫通，阿爸阿媽等同於親手扼殺咗個仔經歷天劫嘅機會。嗱，專登喺豆包揾咗一組數據，廣州本土大專以上學歷騎手嘅佔比係28%，即係講緊每3個人裏邊有一個讀過大學嘅。故此，阿爸阿媽係咪喺個仔15歲嘅時候同佢鋪好一條路，日後等佢去送外賣呢？由於之前幾十年連續經濟高速嘅增長，嚟到而家呢個位，去到一個正常回調嘅階段，大家都會覺得學歷係貶值，呢樣嘢真嘅。既然學歷貶值，咪要比未貶值之前更加努力啦。嗱，以前就本科搞得掂，咁而家貶咗值啦，本科讀完就讀研究生，研究生讀完就繼續讀博士啦。正如命運一樣，你行衰運嘅時候，一定係要比行好運嘅時候更努力先得嘅。嗱，我哋眼見中考6、700分嗰批，喂，你明知佢讀得到書噶嘛？啲阿爸阿媽嗌個仔去讀所謂嘅中本貫通，唉，20年之後你個仔識諗嘅時候，真係要多謝晒你。